为了声援死刑犯邱和顺，民间团体呼吁总统蔡英文应该特赦，嘛替邱和顺举办特典“海王天光”。海王是邱和顺的片名，天光是代表对伊的祝福。用心，我将来要转来，我会遵照你所讲的言，甲你做好。 武者规身躯互红色打条条，影细从也是装袂出司法无公义甲社会偏见。作水国武道研究社的武道家张天晶用武道表现死刑犯邱和顺的处境。伊讲上大生透过媒体了解一个案件，未免未审先判，后来参与民间的声援行动。 发现认定邱和顺有做的讲法有真济矛盾，警察寻求的证据更加明显，导致声援愈深，就愈痛苦。 我之前也写信，就是明信片寄给邱和顺，然后觉得大家这个社会是去响应这件事，可是我没有想到，竟然是没有结果。然后2年过去，5年过去了，到今天这个阶段，他还是深陷这样子的 状况。民间疏解会、台湾人权促进会声援一家32档的死刑犯邱和顺，邀请民众透过基本体验了解邱和顺的遭遇。 其实是因为我们今年4月7号的时候有正式递交特赦请求书给蔡英文总统，然后总统到现在还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回复，所以我们希望可以继续透过民间的倡议行动，让更多人可以了解，就是邱和顺其实还在检所里面，还正在等待被我们救援。就是我们平常去土城看守所这件事长得差不多是这样。现场请寄出土城看守所接见室，和民众体验。毋但是小名海王的邱和顺等待天光，这道壁小界案件，佮有已经互枪决的，甲已经洗清完整的故事。这34档为死刑关头陆续平反的陈胜德、齐志强嘛参加声援。其实已经快要忘记那些事，不过当看到这个的时候，又开始回想在里面一些事，其实会有一些感触啦。 邱和顺1988年和警方指控杀害新竹学童陆正甲保险业务员关洪玉兰。2011年法院判死刑确定，不过民间真济团体替伊发冤枉。想要了解案情的民众，会使伫18进前来台北市的湿地艺文展览厅参观。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。